會被用嚟做顏料嘅一種礦物，就係呢種同地球撞色嘅礦石啦。佢個名叫做藍銅礦 （azurite）。藍銅礦喺藝術界裏面咧係有一段好悠久嘅歷史嘅。喺古代咧，藍銅礦就會被磨成粉，然後愛嚟做顏料；而喺中國或者日本咧，就會稱呢一種顏色為石青，因為佢同孔雀石一樣係處於銅礦帶啦。而且藍銅礦同埋孔雀石咧，無論喺生長環境啦、成分啦，同埋喺生長條件上咧，亦都係非常之接近嘅，所以咧佢哋係成日都會共生埋一齊嘅。不過藍銅礦嘅磨蝕硬度咧就係大概3.5左右嘅啫，係一種非常之脆弱嘅礦石，所以如果未處理過嘅原石咧係絕對唔適宜佩戴嘅。市面上見到嘅呢種藍銅礦手串咧，喺打磨同埋佩戴之前咧，係必須要注膠處理嘅。大家覺唔覺得呢種打磨咗嘅藍銅礦咧，真係同地球好似樣啊？水晶能量方面咧，藍銅礦呢種定嘅顏色咧，係對應我哋嗰個眉心輪，即係 third eye 呢個位置。佢可以幫助我哋活躍我哋嘅眉心輪啦，幫助我哋嘅溝通同埋創意思維，亦都可以加強我哋嘅直覺。咁所以咧，假若大家眉心輪呢個位置係比較弱嘅話咧，或者係從事一啲需要創意嘅行業咧，就可以選擇藍銅礦啦。